大家好，歡迎嚟睇我嘅網球發球練習片段。今日想同大家講解一個好重要嘅題目，第二發球。喺高水準嘅網球比賽入面，你會見到球員嘅第二發球，大多數都會用 top spin serve， 即係上旋發球。點解呢？因為第二發球得一次機會，如果再用平擊球，好容易出界或者落網。我想你哋先明白一個數目字，每發生一次 double fault，等於直接送俾對手 25% 嘅分數。點解係 25% 呢？因為喺一局入面，你要贏4分先可以拎到一局，而每一分就只係一局入面嘅1/4。所以一次嘅雙錯誤，你就白送咗1/4局俾人。仲要喺關鍵嘅分數入面，一個 double fault 唔止失咗1分，仲會打擊你嘅信心，好快輸埋呢一局。所以第二發球嘅關鍵係要安全得嚟，又要有威脅，而 top spin serve 或者 kick serve 就係最好嘅選擇。原因好簡單，第一，強烈嘅旋轉令個波過網之後快速向下墜，大幅減低出界嘅機會。第二，球落地之後就會彈到好高，令對手難以直接進攻。第三，你唔使就住發力，可以用7-8成力配合上旋，形成一個穩定但係唔慢嘅第二發球。如果你睇完呢條片，想了解更多關於 top spin serve 嘅練習方法、動作修正，或者想我幫你分析你嘅發球，歡迎隨時 WhatsApp我，我會再同大家細心咁分享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